来看婚龄轮配，有一间将近100年的暴增，已经传承到第3代。少年头家一方面承接着阿公阿爸的理念，一方面运用网络行销，把这暴增愈开愈大间。 这是上个古水香火地下是由轮配乡一间开要100年的暴增设计的。这间暴增是由第一代廖秋在咧民国25年左右成立的。因为当时的生活真歹过，所以伊就会利润搬到轮配。看到这些人随叫衫裤，伊就来这开暴增做衫。农民来暴增家步，最主要是做事人。迄个时阵加工无遐丰盛。 兴会即马要买衫是真便利，到暴增做衫的人是哪里少，所以第3代头家廖国富就随时代来经营网络。这个是那个香火袋，随时代快速改变，这件暴增守护传统工艺，将做轮配乡重要的文化印记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